来乡亲啊，除了欠卵，是不是也有欠鸡肉的问题呢？去年禽流感大流行，全世界大约有4300多例，去年搁较严重，全世界达到7000多例。目前全世界的鸡肉甲鸡卵的生产拢大受影响。今仔日伫立法院，国民党的立委陈明忠质询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时阵，就问到鸡肉的问题。保证现在不缺鸡肉，鸡肉本来就供应非常的顺畅。我明天开始去菜市场跟那个全联看看，要是没有，我找你买鸡肉。好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。好，你说保证现在鸡肉不缺鸡肉，你不要后悔，我们一起去买鸡肉。后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保证，讲即摆无欠鸡肉。国民党的立委陈明忠讲，我明仔载去菜市啊看嘛咧，若买无我找你买。陈吉仲甲回讲，我会当陪你做伙去哦。陈明忠就甲应讲，你莫后悔哦，咱做伙来去买鸡肉。就安尼，伫质询的时阵，陈明忠甲陈吉仲两个人讲，小招要做伙去买鸡肉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